隨住大灣區產業向高技術同高增值方向轉型升級，區內對專業服務嘅需求顯著增加。香港憑借專業服務嘅優勢，為大灣區企業創造增值機會，開拓商機。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 為香港服務提供者喺內地市場嘅發展創造咗有利條件同更廣闊嘅空間。香港建築師盧建能2007年找住 CEPA 嘅機遇，考獲國家1級註冊建築師資格。佢喺2022年成為首位獲得內地正高級工程師職稱嘅香港建築師。取得相關資格之後就唔同啦，香港建築師最終可以走到幕前，能喺大灣區內嘅建築項目中充分發揮全過程引領作用。而且我哋喺香港或者海外嘅項目業績、境外人員嘅經驗都得到認可，可以用嚟做投標材料，大大提升我哋嘅競爭力。律師徐海怡喺2022年考獲第1屆大灣區律師資格。佢曾經協助內地企業喺東南亞進行海外洽購一個度假村項目，客戶被要求盡快去當地簽署文件，港方律師以專業法律服務維護客戶嘅權益。我哋香港律師咧就好 last minute 咁咧，就俾佢哋臨危受命，就要求我哋咧就可唔可以幫手啊？其實我哋就會快速地咧去當地揾到我哋已經搭建咗嘅一啲合作方，去到當地嘅工商局咧係幫佢做一啲證照嘅調查。咁好快咧就會睇到，咦，原來咧有啲好關鍵嘅一啲營業許可證咧已經過咗期嘅。我相信我哋對於嗰個法律風險嘅敏感度，咁同埋咧對於盡職調查嗰個仔細度咧，我哋係應該比較能夠可以幫得到手嘅。喺一國兩制下，香港係國家唯一嘅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並且係亞太區主要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律師會會長湯文龍認為，香港律師擁有國際化嘅優勢，並熟悉兩地嘅法制，能有效地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並可以幫助外面企業引進來，充分發揮超級聯繫人同超級增值人嘅角色。喺個普通法制度之下啦，香港律師其實咧可以發揮一個更大嘅作用，就係點樣可以聯繫國際，係可以為我哋國家喺個法律服務咧做得更好。